光的表演，真的让人感觉震撼了。哦，大家看美光的准备很屌了。你们好像看到那勇士的。对啊，哎，那个陆光的同学上一下，让我们访问一下。让我们访问一下啊。陆光的还有中正的同学。啊，麻烦你们再唱一下好不好？对啊，来嘛。哇。还有一比啊，我只认识你啊。对啊。哇，大家看看他们的服装，有没有学配合的感觉？一比在哪里？不要那么后面嘛，前面点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啊，对。哇，一比你过来一下，那我访问一下，对。那就是请问一下，这个战备舞啊是什么时候？是有什么来源呢？有什么原因要跳这首舞？就像那个我们出征之前，我们在鼓舞士气的时候，就会唱这一支鼓舞士气。那个什么，自己组里面的青年们呢，你都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准备出征的队伍。我们这还有那个学弟来自中正校的，一个手。然后那个时候中正艺校的。中正艺校的社长，对，让我们访问一下。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害羞啊。那你们这次练多久？是陆队一定要学的舞吗？对，就是我们说基本要学这个舞。学长教下来的。没事，对，然后每个礼拜都要练习这个舞。对。你看他们准备又说打火，你这全到位。你在韩国这个又进打灯了。再看他们打针，我觉得要打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很痛。看到他们跳舞，然后我们社上男生应该也要学一下。那么勇猛，日光然后车那么勇猛。对啊，2天1夜身材这么好。对啊，让我觉得有点内疚了。好。那么。刚刚那个学弟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他跟我说，最能够表现，对，就是他们的音乐和舞蹈。我想说的是这样，你们也确实表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了。大家觉得？来，再数一点，再拍一下。那我说音光效，谢谢。对啊，哇，真的是看了陆光跟中正的表演啊，让我觉得有点头晕目眩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是由我们社上田老师改编的舞蹈，结合现代舞曲，张惠妹唱的《站在高岗上》，他亲自编的舞，然后由我们社上为大家演出，对，然后请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让我看一下。所以表演怎么样啊？哦，谢谢。对。因为我们是主持人，所以挑特别不一样的衣服来穿。故意穿不一样，大家有发现吗？然后具体你看是什么衣服的？卢凯族啊。哦，卢凯族的服装啊，这样子，就是以黑色为主嘛。然后还有百步绳是他们的吉祥物，对不对？然后，那你穿什么？你穿什么服装？周族的。哇，人好多，大家可以过来这边啊。然后接下来是庆丰年，是祖育文化乐舞团为我们带来的表演。对。然后明月良宵。抱歉，是明月良宵，然后是。听名字有没有觉得很想看？大家第一次。然后那我们就欢迎鲁韵带来的明月良宵。哇。